锅巴汉堡，慧婷，你哪有这个 idea 啊？总经理，因为对我来讲，永续经营代表就是过去甲现代的结合，啊，佮有东方甲西方的结合。啊，那锅巴代表的就是过去，啊，佮有东方。啊，那汉堡当然就是现代，啊，佮有西方。加上外口焦香的锅巴，啊，佮内底 cheese， 又够脆，又够 Q， 又够香，好食到的人哦，有完美的味觉有享受。这个 idea 是我昨下才想到的，所以上完美的比例我袂列出来。总经理，咱是不是当散会啊？等下，我是感觉慧婷的 idea 袂歹，真发展性，会使佮讨论一下。伊之前讲我用的松露是无下主题的，啊，毋过即届评审已经换过一批啊，足侪人拢是为国外留学回来的。是啊，对。敢讲你毋知影，即摆有一个评审拢是对国外回来。我想要买万多啊！我毋是甲可心比赛啊，我是真正足希望会当替公司哦，赢得即届实创奖的金牌。咱的慧婷要甲我多，伫参加比赛截止日之前，搞出完整的企划案，也搞试一下上映。当然嘛会用诶，我一定哦会伫咧比赛前前甲所有物件拢传好。慧婷，你确定呢？即摆比赛你若是输，毋是你一个人爱离开公司。有人伫公司的处境，恐惊会变得更困难。你无小看到我比大家哦，佮确实要赢。我只是希望大家当就事论事，伫可心了甲慧婷的作品内底，选一个替咱一起去参加比赛。谁要搁要选啊？顶摆迄是因为慧婷伊还搞袂想出来，不过即摆慧婷已经有完整的计划。伊即摆啥物物件拢无咧，叫做完整的计划。谢俊杰，你爱确定哦，即摆你输袂起呢？总经理，我认为慧婷的即摆计划案真符合比赛主题。若是你有同意，我希望会让我做慧婷的作品去参加比赛。无应该是留慧婷一顿来，特别把我的计划案全部换掉。可是你想要生气啊？大家希望即摆比赛赛赢，所以上个重要的是，谁的作品去参加，是谁的作品去参加比赛赢哩较大。我的计划案比刘慧婷更较完整。我用上紧的速度把试食品做出来，锅巴汉堡，让你真有卖点，还有亮点。总经理，出来看你安怎做决定啊？是要选慧婷，还是选可心？总经理，伊的试食品顾不着。但虽然这边的评审真侪拢是为国外倒转来，不过这评审拢真强调在地特色。因在国外会当有一点仔成就，迄拢是因为因将台湾的这个料理，甲国外在地的料理合做伙，变做因家己的创意。所以讲，这小米甲萝卜，我是认为萝卜较会当表现出咱台湾料理的特色。我有爸，可是。慧婷，恭喜你，加油！我一定袂互恁失望的。到即摆代志不干安尼，慧婷，你看即摆要安怎处理？总经理，阮爸已经重新落吧，我想。即摆做根本就袂赴好无？1点钟的，要伫1点钟的时间内底做出迄种芳气，你想敢唔可能？即摆咱公司哦，输定啊，免比啊！俊杰是嘞，你互我想办法补救好是无？免怎补救？规定拢车车倒免怎补救？我真正唔知影是安怎迄个乌多摆会安尼向抢慧怪。婷，你哪有这样大意啊？迄物件唔带密封安尼较安全。我猜你是做食品的。连这个基本的观念你拢无，你讲这话根本就是咧找借口，你知无？是，你讲的无唔对，拢是我的错误。总经理俊杰，是嘞，看你要安怎处罚我拢会用的。即摆毋是要安怎处罚的问题，